来关心国际消息，印度有一台老公车，那像是伫咧山路出去，载落60公尺深的山坎，造成36个人死亡。也若是另外伫咧印尼受火山爆发，已经有9个人无命，2000外间厝受损。当地政府赶紧撤离16000外居民。 对山谷落落去，已经弯桥变形的公车是倒伫河边的行顶悬，救援人员无用在抢救，阁受困伫车内的民众。测试这台载满72个人的公车，载伫北亚坎德邦希瓦纳雅山区的车路的时阵，无细日落落去到60公尺深的山谷，迄当阵风等出车外，也是想办法逃出去的民众，家己报警察喊救命。救援单位紧急派救护车和直升机送去病院。 देखिए ये बहुत ही दुखद घटना है और इसमें सर्च एंड रेस्क्यू ऑपरेशन अभी चल रहा है। अभी तक जो पुष्टि हुई है इसमें 36 टोटल कैजुअलिटीज़ की पुष्टि हुई है। 初步调查发现，讲这台公车已经真久啊，事发的时阵仍然有出去的情形。有关当局已经下令要彻查事故的原因。印度是世界上车路死亡率上悬的国家之一，当年拢有几十万人伤亡。大多数的车祸原因，拢和赛车受凊彩、道路无维护好，佮有车伤旧有关系。 另外一个悲剧是发生在印尼东部弗罗雷斯岛顶悬的勒沃托比拉吉火山，车杀半暝忽然间喷发，火山喷直直冲击咧2000公尺悬的天顶。当局是随所散4颗10个砖仔头上万的居民，但小火忽然间将是摧毁学校、修道院等等真侪栋厝，至少造成9个人无命。 即马火山的活动是愈增加，印尼当局已经甲当地警戒级别升到上悬的等级，而且甲疏散范围扩大2倍，到4克7公里。呼吁民众爱防范未来几天有可能出现内山做大水和岩浆流。上时，当地政府宣布未来58天入来到紧急状态，会帮助受灾居民做疏散和安置。我是新闻张回斌编译。